佢講咗一句咧，讓我哋比較有好感覺嘅説話。耶穌對他說：讓兒女們先吃飽，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啊！耶穌對他說：讓兒女們先吃飽，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。你的女兒是有需要的，你覺得係有需要嘅。不過我應該先把好東西先給我的孩子。我應該咧先將一啲好嘢咧俾我啲細路，不好先給狗吃啊！唔好嘅就俾狗食。哇，這一話很多人聽起來會覺得很受傷。呢句説話好多人聽起嚟就覺得好受傷。啊，你把我當成狗啊！你將我當成狗，你把我女兒當成狗啊！你將我女當成狗啊！就我們立刻就把客人趕走了。可能立刻就將呢個客人趕走。但是我們發現呢，如果你走投無路的時候，就發現當我哋走投無路嘅時候，如果你沒有其他的路了，如果你冇其他嘅路啦，你知道你的女兒是沒救了，你知道你個女係冇救嘅，你會